佛家講人有三毒，貪嗔痴。如果貪係向外攞嘢嘅手，嗔就係心入邊燒緊嘅火。佛法叫做嗔心、嗔恚，係三毒入邊第二種毒，專指嗰種遇到事情唔順意就生起強烈不滿、抗拒同埋想推開一切嘅力。佛法入邊有一句說話：一念嗔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意思就係嗔一喐，障礙就會一齊湧出嚟。本來行得好好嘅姻緣、人際、心境都可以一下子打散。你試諗下，當你好嬲嘅時候，心跳會突然加快，呼吸變得短促，心口好繃緊，個腦淨係得一句嘅啫，好唔公平。嗰種遇到唔啱聽、唔啱睇就想推開所有嘢嘅狀態佛法就稱為嗔。唔一定係拍台嗌交先叫嗔嘅，更多時候係你心入邊嗰一句不斷重複嘅說話。點解又係我？點解佢可以咁樣對我？點解世界咁唔公平？你表面可能仲維持住笑容，但內心其實好似開住細火煲湯咁，日日都喺度慢慢滾。呢啲長期都覺得好唔順、好唔直嘅情緒就係嗔喺度食緊你。佛門仲有一個比喻，嗔火能燒功德林。你之前好唔容易培養出嚟嘅嗰份善心、忍耐、柔軟，只需要一陣強烈嘅怒火就足以燒到支離破碎。但係最先被破壞嘅，往往就係你本來嗰份平穩嘅心境。你同身邊嘅人關係本來好好，但因為一時衝動講錯說話，關係就開始有裂縫。你原本一日都算平靜嘅，只係喺地鐵入邊俾人撞一撞，公司有人講咗一句唔啱聽嘅說話，你就成個人轉晒台，俾情緒拉住走。呢啲都係嗔心起作用嘅日常版本。歷史上有好多嗔心帶嚟滅亡嘅例子。喺楚漢相爭嘅時候，項羽勇猛過人，本來佢係有機會穩住天下，但係性情剛烈易怒，忠言聽唔入耳，一時火燒心就殺晒嗰啲勸諫嘅謀士，又因為意氣用事，燒城屠城，結果越嚟越少人真心服佢。到最後佢烏江自刎，唔單止係兵敗，亦都係多年喜怒無度嘅結果嚟嘅。清末有啲權臣受唔起批評，一有反對聲音就用最狠嘅手段去壓住，短期內係冇人敢反抗出聲。喺長遠嚟講就令朝廷失去咗一個可以修正錯誤嘅機會，積怨越嚟越深，國運就一路向下。從佛法角度睇，呢啲都係嗔心主導，一切以我面子、我情緒為先，結果燒盡自己累積落嚟嘅福報，仲拖累埋周圍人。心理學會話，憤怒好多時係二級情緒，表面係火，底層其實係驚同埋無力感。佛法就用咗另一種語言去講同一件事。嗔往往係我慢、我執太重啊，心入邊有一套劇本，我應該被尊重、被理解、被公平對待，我嘅付出應該要被看見，我嘅感受應該被優先。一旦現實係唔跟呢套劇本走嗔心就好容易燒起嚟，用火嚟維護我。當你越覺得自己冇被看見，越冇力量去改變，嗔就會越旺盛。佛法唔係叫你做一個冇脾氣、任人踩嘅人。嗔心本來係一股能量，問題唔係有定冇，而係點樣用。佛法講嘅慈悲同埋智慧就用嚟照翻呢一把火。慈悲唔係扮溫柔，而係肯老實去問自己：我而家咁嬲，係咪因為我好驚自己嘅需要一直冇人理？係咪好驚俾人當透明？好驚冇人企喺我嗰邊？而智慧又係咩呢？就係進一步去問：我而家期待世界點樣對我？呢個期待合唔合理？係咪真係要每一個人每一次都照足我嘅感受行先至叫公平呢？呢啲問題唔係去否定你自己，而係幫你睇清楚我嗰份憤怒有幾多係源自於客觀嘅不公，有幾多其實係嚟自於你自己內心一套絕對嘅劇本。當你願意慢慢咁樣拆開自己嗰團火，你會發現嗔唔再只係一嚿要爆出嚟嘅衝動，而係一個信號。佢提醒你呢度有啲你真係好在乎嘅事，或者有啲界線你一直冇講清楚。真正嘅修行唔係練到永遠唔嬲，而係要學識嬲得清醒。你仍然都可以為不義嘅事去發聲，仍然都可以為自己劃清界線，但唔再需要用最激烈、最傷人，亦都最傷自己嘅方式去回應。